喺我哋考慮併購嘅時候啦，會睇下周圍會唔會有啲競爭對手喺度出手去搞破壞、去搞亂個局面嘅。咁我哋去睇個情況啦，譬如喺第一個情景，就呢個富國銀行去獨立崩盤嘅時候啦，咁摩根大通佢出手去拯救嘅話，佢嗰個概率可能得40%嘅啫。咁而有機會就係美國銀行呢啲競爭對手去出手去一齊去爭呢個零售銀行業務咯。又或者喺真係爆發咗個系統性危機啦，咁真係要揾個最穩健嘅銀行啦，譬如摩根大通銀行，咁啊去出手去做拯救者啦。當中可能都有啲變數嘅，咁譬如有啲投資機構啦，咁就可能主張富國銀行去出售一啲資產，咁籌到錢翻嚟去抵消佢帳面上嘅損失。又或者有啲政黨嘅主張啦，就話避免摩根大通變成一個大到恐怖嘅銀行咁樣。因為呢度我哋睇到個歷史隱喻啦，就係2008年貝爾斯登被收購嗰陣時啦，摩根大通係獲得咗美聯儲提供290億嘅貸款擔保嘅。咁呢個會見到就係話，下一次危機裏面去進行併購嗰陣時啦，會係美國國家資本主義同金融寡頭嘅一個合謀嘅儀式嚟嘅。